发明啊，你会讲发现啦。人讲我以前我对过一个师傅讲，咱其实不是发明，咱其实是发现。伊是讲，咱咧讲嘛是对哦，嘿。对，因为道理啊，是物件拢本来拢伫遐嘛，对，但是敢要去观察到，你去感受到、感应到。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看戏欢喜。今日的来宾人称二哥，其实应该一般是用华语讲二哥啦。伊拄来的时阵，我专讲有甲问伊讲，你的即个名大家台语安怎讲啦？伊是讲，嘛有人讲叫二兄二哥，我想应该是拢会使啦。其实即个字伫咧阮宜兰腔内底，要叫伊二哥或者二兄，各有一缘道理。可能一般所在无诶，迄就是名内底有一字，真济所在读作字，毋过阮的腔读作字，甲腔口有关系。开头毋是讲阮要考俗，然后是今日的即个主题甲腔口较是关系介深。毋过要讲腔口进前，咱也是着先来介绍咱的来宾，金基演社的创办者二哥王英义。那先请二哥甲咱的听友小证明一下，好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因为我知影讲有的人会看台语的戏剧演出的，可能真知影金基演社。不过可能还是有一寡听友较无熟悉金基演社。你敢要都自我介绍一下，讲包含你啦，或者讲金基演社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剧团呢？阮团的已经成立32年啊，即1993年成立的。阮会讲是全台湾第一个啦，久长以来用母语，我的母语就是叫做台语，是咧做主要的创作的戏剧、现代剧，是安尼嘿。阮真有歌戏的气味，古早迄种气味安尼嘿。但是迄是当华，阮毋是咧做歌戏哦，阮是甲演新的新剧就是人咧讲的古早人咧讲的新剧，就是即摆咧讲的舞台剧啦。舞台剧，你讲到新剧这个代志我感觉真趣味当初是比如讲蒋渭水啦，或者讲新剧为日本拄来到台湾的时阵，有真济甲过去传统戏剧的之间的冲突，因为讲即款咱讲高中高校或者是讲一个较有的人认为较迄个时代啦，可能认为较古板，伊会甲新剧当作一款政治宣传的手段是工具，认为讲这是现代新的思想、新的做法。不过其实时代行到了，当然迄个新剧对咱来讲嘛是古早戏啦。只是讲这两款无共款的物件结合做伙，变成一个烂做伙，变成一个新的物件，其实就是伫咧金基演社出来的。欧佩拉戏可能就是算讲是伫咧内底真大把的一款做法。对，无错。你若讲到这个主持人算讲你内行开的这我若有足了解。其实欧佩拉戏是咱咧讲的欧佩拉戏，就是叫做 opera 啦。对，无错无错。opera 的谐音梗，可能台湾人你讲古早时代在做谐音梗啦。对。伊迄就是古早时代日本的风明华的时阵，本来台湾人拢看歌戏。对。但是歌戏看到迄个结果咧，风明华要战争日本人战争袂当迄个甲做歌戏所以佫禁歌乐。是。但是台湾人就是爱看戏安尼所以拢会套揽一寡，有当时做一个现代日本的新剧，唱一个日本的演歌。那日本孙早来时，日本孙早若走，佫演一寡歌戏。套揽来，套揽去，即有读册人就讲，哇，这种叫做 opera 啦。opera， 我讲到尾就变 opera 去。我感觉日兄的即个作品内底定有即款气味，包含进前。
我有捌看过即个普隆的公开会啊，伊就互我即款感觉，迄个真欢乐的气氛吼，真欢喜，大家看甲会感觉足暢乐的迄个感觉吼，确实有即款的无共款的，甲一般咱伫看戏剧演出舞台剧。感受是真无共款。对。即届要讲的当然毋是即出戏吼，即届要讲的戏是另外一出戏。对，即出戏叫做《整人王》，我毋知你有用台语去讲的啥？你会讲成做创地王对，是咱台语就是叫做创地王，小佬做创地王，即就敢若咱即马共款。咱即马有足侪物件，即个物件啊，到底即个台语要安怎翻？有当时造成咱足大的困扰的。是。有当时其实咱就直接甲翻，迄阴霾档。直接像讲我若要做宣传，我来讲创制王，哇，这都无人听有，无人看有，就是但是你来讲整人王下底甲用起来罗马音的迄个叫做偏音飘落去的，安尼人知影就叫做创地王，创地伫台语是一个听起来是真趣味的一种话啦，一种物件，但是这甲整人王直接咱甲翻过来。对啦，若是以台湾来讲吼，咱的传说内底上高共创治的，毋是白菜七，就是苦梦侠。对，这两只不是讲这两只，这两位，所以讲是这个头牌的啦。那咱即届做的就是苦梦侠，新片苦梦侠。但是这个剧情，敢若甲原本咱所理解吼，传说中的苦梦侠无啥共款。到底是这出戏是咧讲啥咧？好，安尼讲啦，传说的到底是写做啥物款的吼？咱其实咱看一看历史资料，咱嘛干那想象尔啦。无错。因为其实古往时迄个文言迄个流传介少啦。即个有啊无即个人嘛是一个问题啦。但是呢，伊代表的是啥咧？就是咱台湾人的一种个性、热ਠ热情，说来说去嘛，就是足热ਠ的，所以常常爱讲创治啦。创治安尼其实伫一般的社会来讲，咱讲的较高级的创治就是咱大家欢乐嘛。但是讲到尾创治到尾变做一种敢若诈骗啦。是。这种诈骗的社会安尼共款。其实咱台湾嘛，袂用讲咱完全美好啊。咱们嘛是有这种物件伫咧。其实咱这出戏要描写的，要讲的就是这种物件，就是讲咱这摆社会，就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骗人的社会啦。咱是照着讲，咱古早咧传说中的这个。上高创治人的这个叫做苦梦侠甲白菜七啦，咱甲用这个来做灯化。不过其实看这个戏虽然你讲是对应着现代社会，我伫内底看到更较侪影，其实是这个西方戏剧的这个经典伫咧内底吼，这敢若想袂过对吧？咱讲现代社会，就是讲现代社会，咱即马现代的物件看到嘛，是有足侪拢是受到西方的文化啦、日本人的文化啦、中国的文化，遐影响咱原住民家己本来甲咱先来万来才祖先，所以咱食着即种物件伫咧啦，所以咱讲有西方的影响嘛是有啊。咱先为剧情来行好啊，这个剧情到底是伫讲啥？剧情其实是足趣味的啦，伊就是咱在传说中就讲有一个苦梦侠这个人，但是呢，伊生活迄个所在呢，都有两个大家族，拄一个叫做漳州人，一个叫做泉州人，因迄个时阵就是拄台湾伫清朝末年，所以呢，拢会械斗，江专兵，所以江专兵呢，那个编剧就是纪蔚然纪老师伊就想讲因为这是咱这个苦梦侠故事拢传说的嘛，所以咱就家己做一个新的传说，是，就是两个家族咧冤家，两个家族咧冤家，咱就想到记碑就甲写做讲，咱就知影，所以迄个所谓迄个西方的戏剧内底。上出名就两个家族到尾冤家这种的是啥？咱到尾就是说罗密欧甲朱丽叶，这边就甲罗密欧甲朱丽叶桥段下落去，就讲这个家族内底泉州迄内底有一个查某囝足水的，囡仔时代家教拢足好的大 piano 啦、牛瓦林啦，这种的这个。漳州这边咧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查甫囡仔，这查甫囡仔拄安尼，逐工安尼海来海去，安尼真快乐安尼。无啥物出脱型的，较土豪型的就对啦，较浪花开口。因一定会拄到这两个男女主角，甚且讲因是男女主角啦，就是这两个爱情故事。爱情，但是又个会拄到阻碍嘛。对，两个家族家长的一个主动。这个部分咱伫咧西方戏剧内底咱看会到迄个影，但是苦梦侠伫咧内底做什么款的角色咧？伊就是咧调解，伊就伫咧内底算讲甲这边创一个空，迄边创一个空咧，安尼算讲来劝解啦。
做一种劝解的工课安尼共款。我伫看即出戏的时阵吼，第一当然咱会看到 Shakespeare 即个 Romeo and Juliet 的即个剧情的影伫内底，这是较简单，大家拢会去想到，因为两个集团的即个冤家冲突，那两边有各自意爱的人吼，无法度结合，这是咱拢想会到的。毋过其实我伫内底佫看到另外一个趣味的影。其实是即个，那咱以别的剧团暂时有翻过的名，叫做热天寒眠、仲夏夜之梦的影伫内底。是啊，我安尼讲，因为咱知影讲仲夏夜之梦即出戏伊的重点是新鲜或者即个心灵伫内底小可创治人，对无？那今日即个角色其实就是即出戏内底曲风下到啊，有另外一个查某啦，吼，咱暂且无讲出即个角色是啥，因为这要互大家去看戏，因伫内底其实嘛做真侪骹手。去互因最后会使合好，但合好的过程当中，其实伊佫有真侪甲人即个变高人的做法吼，所以即伊佫看到即个影，我讲这足趣味的。我毋知编剧伫咧当初是有啥物款的想法无？哦，迄个剧情就是因为字碑落去写，就刚刚你讲的哦，咱头讲的，因为咱曲风起来传说其实都资料介少，所以变做个编剧伊家己想故事，是想故事就感觉讲，字碑佫是哇，迄才高北斗吼，哇，这足厉害的，所以吼，伊就用足侪，咱头咱主持人真诶好看着有做功课，迄个戏出内底就足侪即种，咱一寡桥段伫咧啦，讲咱有歌戏的桥段，啊嘛有西方莎士比亚的桥段，啊罗密欧朱丽叶啊，是迄个做。迄个热天寒眠啦吼，热天寒眠就是仲夏夜之梦，是，即个迄个莎士比亚一个真出名的一个戏剧，安尼但是就是讲内底还佫足侪足趣味的啦，所以讲字碑吼，用讲伊吼，甲用足侪迄种五花杂色剧情吼，足完了足奇妙的哦，就敢讲咱热天寒眠即出嘛足奇妙啊，莎士比亚嘛甲写个足奇妙的，其实就是一个创作的一出戏。大家来看卖，免讲有啥物负担，来了解就讲台语的运用，因为这有两种腔口，不止两种腔口，阮内底还佫参透南着即个台南腔口，即种物件，台南的腔口即种物件，所以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因为对金鸡来讲，咱的演员对咱即个做做台语的讲案吼，算讲原来算真厉害，这原来拢足水气，大家即马拢去考着证照啊，咱演员大家拢去考台语老师的证照，迄个检定的证照拢足厉害的啊吼。因的痛苦咱难免才来讨论。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件代志，其实甲即个西方戏剧尤其这几出较出名的经典转换做家己在地版本，还是家己的戏剧的版本，其实这嘛袂少嘛。比如讲，咱若讲到 Romeo and Juliet， 其实我头一个想到是过去歌戏内底有一出戏叫做《彼岸花》，是予了歌戏团所做的吼。迄个时阵，互人合做歌戏界的粉红啊色的水泡吼，粉红泡泡内底做个足浪漫的迄个感觉。当然，伊是延续伊原本的剧情的结果吼，所以伊是悲剧结尾。毋过伊嘛是共款吼，若要甲即出戏套伫咧台湾，确实大部分人拢想袂过，甲即个时代设定一个两边，就是漳州团体甲泉州团体即个漳泉病之间的冲突安尼。我感觉这是足趣味的，毋过其实过去即出我当记得即出戏，伊的做法是较规矩。我讲规矩的意思是讲，比如讲伊两个集团带头一定查甫人，这一般来讲就是安尼嘛。虽然讲咱过去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毋是完全事实啦。老实讲，嘛是有查某来，但是平均来讲，男性一定比例性比查某人较济。大部分的伫设计的时阵，照理嘛是安尼设计。毋过你即届伫咧即出戏内底，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比如讲，这两个集团，因的比例，你有挑工去设计这个两个漳州集团甲泉州集团，其实人比如这边是以女性为主，这边是以男性为主，是有这个物件。相对你这个后壁伫咧西人嘛，毋是虽然说曲风写这出戏，毋过其实还该配一个查某，你有这个平均吼两边拢爱顾较够的这个特色。我毋知是你挑工的还是？这是安尼啦，有当时是拢拄好，就是讲咱的。演员的安排吼，拄好就是一个带头的是查甫的，一个是查某的吼。泉州这边是查甫人带头，漳州人迄边是查某人带头。其实咱头咧讲迄长山讲有长山啊，不管不插这种物件但是真重要的，咱查某人，到尾足济家庭拢是查某人咧还家。无错。煞咧讲还了，佫拢足赞的哦。是。这所以这有当时是安尼，煞咧咱以前。那较平埔族来讲，伊嘛是母系社会，是，伊嘛是母系社会。其实咱台湾到即马，原来是做女性来咧
来经咱这个社会啦，经咱这个国家同款。像讲足侪这查某人哦，咱起来，咱讲咱即摆讲的女力啦，查某人的力量，咱台湾人其实就是咱查某人吐半边的天啊嘿。所以这个不是。无算讲是你调工设计，但是自然就发生成安尼。都是安尼，咱甲讲，其实若要安尼安排，迄嘛是，迄就是讲演员的调配是安尼嘛，都是安尼，安尼讲，咱安尼就往安尼行。这个戏内底当然，咱上主要除了以性别去做这个分别，上主要也是咱拄则讲的腔口嘛，对吧？对。你家己安那去界定这个腔口差，比如讲你的泉州腔、漳州腔，这个腔口到底上来决定，这是属于上的腔口。安尼讲啦吼，咱用大概就是安尼讲的，咱讲华语就讲约定俗成，大概是安咱知咱咱鹿港腔大概就是海口腔啦，宜兰腔咱宜兰腔啊，甚至咱永靖永靖咱有永靖腔有无？足济安尼只，咱台湾腔太济，每一个腔口吼。其实你若咧做这个地方上的差别的时候，就有一种角色的特别出来啊。但是你今日要做成两个集团，而且你用的是咱讲的漳州人集团甲泉州人集团，所以伊个个上极端，上两边嘛。你要哪去分类这两边？这个咱有请台语老师，咱请陈峰辉老师但峰辉老师特别来甲咱上这个台语课，来录音落来，甲这个台词拢录音落来，每一个音，咱都爱甲知影讲泉州是安怎讲，漳州是安怎讲，咱内底咧相骂啦，咧对呛啦，所以咧搭喙鼓啦，安尼我感觉用足侪俗语，安尼感觉真好听。真趣味啦！毋过你当其实有讲起着讲，因当拢走去考即个台语证照嘛。对。因敢说看字无是安那，既然老师拢已经是录音互因啊。无，迄个办是，这是一个学习。这是讲要一个加较了解，因为更较实诶，咱古早时代因为大家拢会晓讲诶时阵，根本就无咧重视讲这台语爱安怎学，爱安怎迄落煞哩个政治诶因素咱不插啊咱即马就是要有咧做诶时阵就是要做。就做互水开，做互对，做到听、写、看、讲拢会当，这拢个做水开的。恁目前剧本敢是写台文，应该毋是？是啊，是写台文的，已经是台文剧本是台文。安怎讲呢？阮的戏内底有总共有4场嘛，即届要演出有4场，内底有一场特别的，就是做台文场啊。是。即摆大概就是拢有即个需求嘛。所以你本地字幕都已经有台文。有一出是有一场是用台文，其他用华文来华语来咧翻译，来咧拍字幕。所以大家其实演员为着演即出戏，拢爱去学台文。安尼讲啦，这本来就是你若讲。对啦，本来演员就是安尼啦。你要做啥物角色，要讲啥物，尤其是即马咱每一个所在，拢会想讲，我就是这个所在，我就有这个特色啊。所以每一个人拢是想要爱有伊的声音。咱若创作者会去想到你也是讲你拄个创作者，你就拢甲发扬出来。像安尼，即台湾因为每一个所在即个出来会足好看的。你即个你讲一款足趣味的物件，你会感觉足好笑的。即个像讲咱即个戏内底嘛有即泉州人你江堤搬过来你个漳州人讲泉堤摕来抬即种泉堤个江堤用谐音梗，其实古早时代就有啊。咱来看即个谐音梗大赛安尼共款。是，所以内底其实。迄个互动腔口差伫内底表现，其实是真趣味的一款做法。对啊，当然是咱有路的是希望讲愈做愈有路，愈来愈水开。即摆拍电影啦，台湾的电影甲电视拢是安尼的。我有当时去参与着因即种影视的工作人即摆要求甲每一个音拢爱讲足水开的即摆我感觉每一个人即摆创作者拢真用心啊呢。当然，台语戏剧其实愈来愈行即个方向去啊。是。但是你家己的腔口经验是啥款啊？因为你台中人嘛，台中是一个腔口非常之复杂、非常之真歹讲的所在。你是台中倒位啊？我是台中市我中区啦所以你较我漳腔。对。我其实搬起来台北足久的我已经搬起来40几年啊。到尾我来台北，我讲到尾啊，迄个腔口拢怎变去啊？较灿烂。拢怎迄个台中的迄个气味，台中腔怎拢世界拢无去啊？世界拢无去啊，拢变做咱即马讲的种变自然语啊啦。你记忆当中的台中腔是啥？我这足趣味的，台中是足歹去分腔的，你知影？上出名就是
阮阿嬷若咧敲电话吼，人来拍电话入来，古早时咱室内电话是来室内电话啊吼。阮阿嬷来去接电话起来时，人来敲来，电话一举起来，喂，你食啊？哦。我姨啦，我饼啦，我丁啦，大台中吼，大中部足侪所在拢安尼讲啦。即有当时你讲一个音来说，人知影摇来讲，若观众开了啊，即著阮遐腔歌，即阮遐腔歌，即足趣味诶。咱毋免讲伊著咧演一个啥，就是伊就是有咱就是有爱情啊，有好人有歹人啊，有小生有小段，有啥物好嘢人，啥物拢有。啊，你每一个角色来，啊，你敢咱生活中啊，说咧，若是讲会好，啊，表示甲咱古早时代物件，古早时代迄个气氛，迄个语言，活跳跳甲下伫个舞台顶。金鸡的表演方式有一个足特别，就是伊毋是写实。伊是一种敢若咱讲做较写意，较写意，就是讲伊其实就敢若种，有一种咱讲做格式化，剧场化、舞台化，所以伊的身躯的动作可能会较大，可能有较咱讲的较夸张一组啊，是较卡通一组啊，这都是一种舞台效果，这就是咱一般的写实的戏剧啊的内底无共的一种气味啦。咱来用上粗浅的讲法，其实一般来讲，传统戏剧咱会较认为讲伊是较写意的做法。对，传统戏剧就是。你若现代戏剧其实一直以来豆是走向愈来愈写实。你若看一寡舞台表演，有的物件到顶该有啥都有啥，有的真正了你嘛，甲你捧起来哈。但是这两款物件真趣味，就是伊伫咧金鸡的演出内底会结合做伙，变成一个。你要讲伊写实嘛，毋对；讲伊写意嘛，对。伊就是金鸡的戏，伊就是你看伊的戏，你会有一款感觉，就是伊就是金鸡，无其他有法度表现，无法度形容的，这个词啦。毋过，就算是安尼吼，你会使黑白参染，毋过实际上伫演出的每一个有路的所在，共款必须要做甲到，共款你必须要把握掉。比如讲，咱即出戏内底腔口的重要性足悬的吼，伊足要紧的。那对演员来讲，这是一个。老实讲，我相信这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因为大部分人，咱搁靠伫讲，咱先莫讲台语程度好不好，就算讲你台语程度袂歹的人，你要去用别人的腔口是足困难的代志。我讲用别人腔口，已经毋是咱平常时伫讲话，你当时伫舞台顶，一做是点外钟、2点钟的这个程度爱讲话，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我过去捌伫阮的节目内底做过一出。来解破这个米克林的这个倒退路这条歌，伊本身的台北腔足重的，为着要这个表示我的敬意吼，你讲这条歌的每一句吼的时阵，我拢是用伊的台北腔伫讲话，艰苦到要死，因为你一无细字句卡就会说出来吼。我虽然已经改过几落遍，也是有无完全模仿到的所在。我伫看这出的时候，这个情形就是2017年的版本吼。也是会有即个演员无细字，迄个变调走去啦，吼，迄个腔口走去啦，加减拢会有。这都是安怎讲？因为即种物件离咱的身躯边太远，愈来愈远啊！咱即马都希望讲用留偌济算偌济，做偌济算偌济。保留偌济，就用你算偌济安尼啦。所以咪用你，佮讲留落来了，就用记录落来，所以讲传出去安尼。你17年的时阵用的剧本敢都是台文的，应该毋是？迄个时阵嘛是有台文，但是无遐尔啊。你哋每一句拢爱要求甲拢足准确，无做甲断掉就对啊。对，即马但是即届呢，以前迄个大概是80%-90%，应该是90%有啊啦。是但是即马来，咱因为咱要。变做拍字幕所以伊后要留落来还是啥吼？变做就是爱用做每一句拢爱做较标准，就用迄个教育部的啦，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对啊。但是你头拄我感觉主持人我感觉讲这腔口这个代志真好，因为对咱来讲这个甲台湾每一个所在的伊的特色，伊的迄个水气，拢甲做出来。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戏剧，也是一个创作来足迷人的所在。一出戏伫讲腔口这件代志，其实最后拢会回归到咱自身啦。比如讲，咱当伫看这个物件，你感觉讲，是安那两边的人伫冤家吼，伫互相敲洗对方的这个语言的问题吼，其实就是因为同款的语言会互你一款认同的感觉，所以咱会出现什么在地宜兰腔啦，你讲台中腔啦，甚至你即个会佫增加台南腔伫内底嘛。这个腔口其实就是我倒位啊人。我住伫台，这个住伫台其实就是一款我的在地认同是啥？我感觉真侪人伫看这出戏了，应该会使
重新去想这件代志说，我到底是倒位人好？那我要讲我是这个所在的人时，我的腔口敢有？好，回头去找你的腔口，你有发觉讲哦，你听到某一寡话、某一寡发音、某一寡词，你特别亲切。好，你会翻头去想起这件代志，像你当下雄雄讲去讲啊，阿嬷伫讲话的时阵吼，伊就讲你食吼，这就是迄款感觉吼，腔口其实对应的是咱的在地的认同的感觉，我讲这是足趣味的。不过演员绝对无法轻松，因为你做的不是家己的腔口啊。所以伊若讲出来吼，若讲了会好，我感觉是足赞的，有系啊，有落下功夫落去吼，有开时间啊，咁要想要甲物件做水开，我感觉这种就是种精神咧迷人的。你敢有观察到，这个演员伫咧模仿腔口的时阵，会出现什么款的困难？哦，迄安尼讲啦吼，迄个困难就是吼，一定未水开啊，讲吼，迄是伊日常咧讲的话啦。会变做讲啊，恁听出来讲啊，佢溜溜啊，敢若讲无遐骨溜啊，是，一定是安尼啦，一定会。但是咱安尼讲啊，伊是一个舞台顶，舞台的效果。但是要讲你骨溜较倒啦，是，你的天分，啊，甲讲你迄个语言，甲你拄会下，啊，是讲你下功夫。我讲。啊，这就好耍的，就是这啊。演员敢是真正有用这个时间，需要特别用伫咧这个腔口的练习。我感觉爱哦，演员有迄个时阵，因为你甲排练时阵排到尾吼，拢足悠罗的，迄个感情吼，迄导演甲演员的迄种来来去去，迄种其实足内部足内赞的物件咧交流。啊，你还了有什么用什么心机哦？演员全都甲你掠掉啊！你讲。不过你即个加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就是台南腔这件代志。是安那？因为原底曲风社是无特别设定台南腔的嘛。这是好算啦，嘛不一定啊。我嘛因为这个物件我嘛咧想讲吼，阮家己内部嘛咧开会嘛咧到底要安怎，我嘛咧迄度啦。是讲因为这是来，因为这是讲吼。迄个曲风社，啊，甲白菜青吼，咱来照你讲，迄个照迄个合作团说，伊拢是台南人啦，咱是安尼咧想啦，啊，当然安尼敢卖，吼，啊是讲咱就莫讲遐尔要求来迄落诶，啊，咱想讲，你看曲风社伊若讲。伊要讲一般的迄个合作台语就好啊，漳州啦，漳州迄群的迄阵的，啊，泉州迄阵的安尼，小东敢若溜溜啊，敢若伤轻松，小东就是演曲风社，嘿，伊啊，所以吼，伊个背只台南腔的，我感觉安尼嘛是一个。所以你单纯我互伊伤轻口呢？无啦，我无安尼想啦，我感觉即马安尼想着啦。安尼想到，敢若是安尼哦，安尼较公平啦。啊，台南腔口，系啊，毋是讲安尼要互伊特别互甲抄啦，即安尼较公平啦。啊，安尼想嘛袂歹安尼。袂歹，确实是一寡训练。啊，嘛佫加一个训练，演员嘛佫加一个训练，我感觉安尼嘛真趣味。因为我知影讲伊为其实本地无解，晓讲台语一直训练到当，确实是无简单。伊多贯村的。对，所以伊有法度到当，有法度真正真顺势安尼讲安尼演。那大哥爱进一步还是无毋对？对，爱进一步，伊来人即马拢证照啊，拢考着甲 A4啊、B 啊是啥？考2、3届啊，袂歹啊你。我真正足认真诶，啊，即届应该若过去无看过诶人，真值得看，啊，看过诶人嘛，使过去入去看，搁较无共款来看，一定就甲你保证甲互你安尼学到甲会得志。好，伫咧学到甲会得志进前，咱先来歇困一下，咱咪甲佫倒来。我是金鸡演社导演王英如吼，啊！你即马收听的是ART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金鸡演社呢，咱今年的一出大戏叫做《创治王》，就是真人王吼。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生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咯。咱继续倒来吼，咱顶半段其实讨论真侪甲戏本身有关系的代志吼，包含腔口啦，包含演员的痛苦，甲导演的欢喜吼，欢喜毋是讲演员看演员痛苦啦，是即出戏做起来其实真欢喜、真痛乐的一出戏嘛。而且伫咧
本身你金鸡你做戏一直拢有即款的，互人即款的感觉吼，即出戏其实包含即个剧团一直伫创作一款融合各种元素的作品。那即个融合各种元素，其实因为我有去做一寡功课了后，发觉讲你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融合各种元素的一个人，包含讲歌戏啦，吼，或者是讲咱都有讲到欧佩拉戏，你之前嘛点过兰陵剧坊，这足出名的吼。那优剧场啊，吼，甚至有一寡是西方的即个戏剧理论的体系，吼，即款的物件，那嘛参加过一寡较宗教性、民俗性的一寡文化的物件，像庙会啦等等，甲真侪各种各样的物件拢融合做伙。你感觉讲这个元素对你，也佮有对你成立金鸡演社，敢有什么款的影响？这有哦，当然有哦，互我找转去个以前的文化，就是讲。因为我常常咧讲啦我伫台湾咧读册咱即摆的少年人读册愈读愈册啦，对，册愈读愈悬愈离土地愈远是愈离咱即片土地愈远。到尾阮就是因为伫咧开始接受戏剧、现代戏剧的时阵，我做接受做伫咧优剧场啦，优剧场。是。伊即摆是拢弄过啦，但是拍过，但是古早时代阮是拢演戏的。阮因为迄个时阵刘若瑀老师就是咱优剧场的迄个叫做头家啦刘若瑀老师伊是拄为迄个叫做西方为美国早迄个西方的一种系统，是西方的一种表演系统转来台湾，伫台湾就去传出来安尼我就拄伊传出来第一代的安尼啦。所以迄个西方的艺术，迄个系统，我嘛拢学着。你讲 Grotowski 的迄个Grotowski，伊内底一个足重要，就是讲你要找出你家己文化的根。你要溯啦，伊讲叫做溯，你要溯源，你要找转去。你到底你根里头，到尾当然到尾就是讲非洲啦，你跳原始部落的舞蹈啦、音乐啦，迄种物件，迄就是咱古早时代伫咧咱会内底拢有诶。咱的经生命内底拢有迄种经验的，但是到即摆来时阵，咱甲有即个特别的文化的时阵，咱讲说伫咧台湾是啥时阵，你慢慢去了解就讲我是啥。是。对即个来讲，我毋则讲其实咧做戏剧，互我了解讲原来戏剧是咧自我去追求的一种过程，一个物件。我透过戏剧，我才了解讲，我是啥啊？是。我王龙义是啥？我即世人咧创啥？我咧做戏剧呢，我咧做我为着要做每一出戏，我去了解就讲即出戏的背景啦、故事啦、历史啦、地方啦、地理啦、有诶无诶啦，即种诶。来慢慢了解就愈做愈济慢慢了解愈济，我才知讲我是按倒位来的，我要了解讲我是为倒位来的，我了解了后，我要往哪里去？即种物件就变做讲到尾就愈来愈清楚。所以就像我有当时你做节目，愈做会愈了解即个土地过去，愈了解过去的人安怎想，还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代志。咱愈知影过去，其实会愈去思考那未来咱要怎做，未来要安怎？愈好，要安怎互伊更较好咧。所以你是透过即个戏剧的演出、戏剧的制作的本身去实践，对。即个做法其实成本足悬的呢。迄就开性命啦。就性命无啥物无嘛，那就性命加良伤啊！敢有加良伤？有啦，咱活落来每一工拢是假活的呀，是无毋对所以你甲所有的性命差不多拢投注伫咧即个戏剧嘅演出内底啊。咱活头壳说敢若是安尼吼，摕命来换家己的自我推算，我到底是送的即个大议题。对。所以你做即出戏其实共款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意识，就是我是送。对，即内底讲原来我有即种个性原来讲咱祖先就是有即种人，才变安尼去。所以像咱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伊拢有一种典范，拢有应用。拢有因的一寡故事，因就去面对的。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应用的过程，应用咱家己应用的路程，通去爱面对。所以呢，咱都要学习着咱以前的人、以前的祖先。所以语言会互你甲足古早一种灵魂，你用去结合做伙，你用去找着伊，你用甲伊会有对话，你的灵魂的侵占会更加加一演出来。我较早访问过一个阿美族的学会，就是教囡仔阿美族语专阿美族语的即个会长伊都
其实有伫讲即件代志是透过即个语言，你会使甲阿美族的祖灵去对话，你会使甲过去即个族群的历史，甲遮的心灵去产生一款的互动。你会使甲过去因安怎形容即个世界，安怎看待即个世界，即个想法，放伫你的身上的迄个感觉。我相信台语嘛是共款啊。你做每一出戏，其实语言因为有即个语言的结构伫咧，我讲真趣味是，就算讲你咧做。即个故事剧情毋是台湾的剧情，因为你之前嘛做过一寡戏，毋是剧情本身毋是伫咧台湾的，但最后你会感觉迄就是台湾，其实拢台湾。我讲这是最趣味，就是伊迄个在地气就是伫咧遐，迄款说这嘛甲你的语言有关系，甲你自要做即出戏的原本伊迄个初衷，还是讲咱讲自我是，而且我是送的即个追寻是有关系。所以最后做出来物件，其实一直都因为即件代志，我是送。对啊，大个最重要就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全世界、全地球有遮济款的语言，遮济款的族群，遮济款的故事，其实到尾啊，拢共款，拢是人的故事。是。就敢若讲，阮捌做过叫做3000多年前的做一个做希腊的悲剧。迄3000多年前哦，咧做啥呢？做迄个木马屠城记。是。其实这就是敢若咧做台湾的故事咧啊。然后就讲啊，咱若无好啊，保护咱台湾这个岛屿，哇，咱嘛是可能会去用木马屠城记哦。啊！你看，阮咧做的时阵偌趣味啊！阮咧做3000多年前的迄个木马屠城记哦，因拢希腊的人哦，阮拢用台语落去演哦。嘿啊，有迄个观众吼，迄个经过吼，伫外口讲，人个希腊悲剧你哪用台语咧演啊？我就讲，你希腊悲剧电影布莱德比特用讲英语哦。是安那我袂用台语来演希腊的悲剧。我感觉真趣味，就是所有的故事，几千年来，咱讲人类的文明啦，以这几千年来讲，最后毋管你做什么故事，你拢会使追寻到一个原型，就是这代志拢发生过啊，拢发生过，你敢若想袂过这件代志？对。那有一句话华语讲，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用台语来讲嘛是共款，你毋管发生什么代志，对，拢有伫咧某一时某一刻，伫咧这个世界某一个所在发生过啊。而且，即马物件拢上网络啊，就分端去啊，是就分去啊，这物件拢未走向未无去啊。对，所以你佫较无法度讲啊，无我这是全创新的，无人甲我共款，我天才，我想出来。发明啊，你会讲发现啦，人讲我以前捌对过一个师傅讲，咱其实毋是发明，咱其实是发现。伊是讲，咱咧讲嘛是对哦，嘿。对。因为道理啊，也是物件拢本来拢伫遐嘛，对，但是甲要去观察到，你去感受到、感应到。咱整理出一个理论、一个想法，安尼，一个设想的感觉，对啊，系啊。所以你用真侪款无共款的方法来去，咱一直在透过戏剧内底真侪元素来去追寻咱是啥，咱的认同、咱的身份这件代志。但是当然咱有讲到讲腔口嘛是即个戏剧表演的一部分嘛。那我感觉讲你嘛拄仔有讲到讲，打愈来愈侪即个演出，毋管你是戏剧、舞台剧等等，伫咧台语的使用其实愈做愈有路啊嘛。已经进入就有路的阶段。那台语的腔口伫咧舞台剧、伫咧剧场的即个领域进入更较有路的阶段。你家己伫观察讲。台语伫咧舞台顶的使用，敢有变甲更较复杂的所在？有啊，即马变作复杂的啊，都敢若咱即个迄个金曲奖，就最佳迄个台语的迄个歌手啊，刘心，对啊，你看讲，迄就是讲，因为少年人一定搁咧看讲，你咱有留落来啊，这前辈已经咧甲台语用到啥物岁啊？因这少年的因有因的世界，因有因的面对，因的环境。所以有当时因做出来物件，就较现代变都较有结合。本来就是这文化就是一直咧进步的嘛。所以文化嘛是一种加法，文化毋是减法，文化是一项一顶一直搭起来的。文化才会水。你一直减嘛，讲唯我独尊，你感觉你的文化作贫瘠的，咱讲作啥删条，啥拢无营养分去咁款呢。所以依照你讲，应该会行出足侪无共款的理路。是咯，迄咯，即摆少年的愈来愈侪吼。从对我来讲啦吼，因为我嘛有一阵我感觉讲迄要台语要长啊，台语无啊，是，无活，无生命去啊。是。要咱讲语言的生命，就是伊不闪现生出新的用语，新的讲法，新的用法。
安尼说讲古啦，有诶无，那忽然间那有说我来就是六合彩啊，刷嚟个魔术啊，讲古，咱感觉查讲古安怎来，这嘛足趣味诶啊，这就感觉拢会生话嘛，没错，就谁来生话，就是因为就是一群人伫咧练笑话啦，伫咧搭喙鼓啦，小艺吼，踮遐咧互相闹开求进步，感觉慢慢才会生出遮水开诶物件。话语伫咧生活使用当中才会生团。嘿，对啊，你若无你用读册来个作死诶，你运用语言就变做作死诶。即摆演员大部分有作即种问题嘛，因就是毋是实力上生活诶语言，但是因若感觉用背有代数互你背，因就变做讲背甲种硬。迄个骨溜诶物件，就会无去。迄个物件骨溜袂遐水开诶话，迄个开口就袂遐好啊。所以你若要做写实诶，就足头疼诶呀。变成讲伫咧剧场界可能要伫台语即块做到行到搁较有路诶时阵，伊需要搁较侪外力诶介入，因为演员诶本身可能伊诶语言程度无甲迄个程度。无错。比如讲，恁会找台语顾问。对啊，怪就是这咧实践这咧做诶，这人这演员。演员用讲是咱咧读台语文内底实际咧使用诶人哦。对。系啊，伊都演出啊，爱互听着啊。爱用听了有听了会爽，听了会感动啊！毋是一工两工，尤其即摆人因为无咧用啊，所以都爱慢慢一直来。日常生活啊，有咧用上好啦。我定咧鼓励演员讲吼，你吼至少咱遮若用咧一礼拜一工。咱就拢来讲咱的母语。是。无来限定讲着台语。是。客家话，客家话啊，原住民的话拢会懂啊。这确实是目前我伫想，一个做台语戏剧拄着真大的问题啦，就是你连这个语言的使用其实拢无够佳的时阵，你是无法度去考虑腔口差这件代志。那对真侪演员来讲，因为我毋知你即届的演员内底是毋是每一个人台语拢有甲一个坎站啦吼，那无可能就是爱术校啊真侪。后天的一个拍拼努力，伊煞了个爱生活，爱有生活感，还是导演来某一种导演来要求某一种感觉啊，这种物件就足趣味的啊。是安尼有舞台就是甲咱生活中所有的物件来较趣味，还是较精华，还是较咱要甲摕出来舞台顶讲，咱无可能一人一世人都咧。足无聊的，敢若咧直播共款，咧足无聊的迄个。你要罗麻，罗麻有罗麻的开口呢，罗麻有读册罗麻，甲无读册罗麻。你若讲着这都佫出世啊咯，佫地方上的罗麻，腔口佫无共啊。你可能就使为开口腔口内底去做无共款的表现。对啊，你来讲这咱来讲做某一年咧做咧创款线，南北二路的罗麻，这趣味啊咯。你唱互相唱声，拢用因家己腔口咧互相唱声，这嘛足趣味。就所以伫咧舞台顶其实就会变甲足复杂诶。就这种物件就复杂是好代志啊！有咯，但是会准确嘛，慢慢就准确。这种物件就愈来愈赞，愈来愈有咯，足侵占诶。所以需要搁较侪人对，比如讲腔口啦、开口啦，这代志有搁较深入诶研究，会使协助舞台啊、协助剧场诶人。但是我讲诶就是环境啊，都爱讲，一直讲一群人同齐踮遐讲。踮遐练笑话，踮遐讲像无意义的代志，互相口水。你演员伫咧排练无正式伫咧排的时阵，平常时开讲刚开始会使用台语啊？有啊，有一寡演员会特别用心，就是想讲伊的意识中，伊就是要用河洛话落去，平常时都要用河洛话落去讲，用台语落去讲安尼啊。这看个人啦，看个人啦。但是若对讲你有想要用这个语言来去咧做。趁食吼，参食的吼，我是建议你爱用啦吼。所以我定定看到一寡做歌戏的演员，即摆少年演员，私底下拢讲国语，我拢感觉害头，我看着听着拢害头。你普通时无讲，你舞台顶咱讲的骨溜，讲的水开煞咧，因为舞台尤其是歌戏的舞台是爱临时爱生话呢，临时爱物件爱足灵活。但是即摆少年的会做歌戏的少年的吼，私底下拢讲国语，拢讲华语哦，我感觉这毋好。我感觉当恁若是要讲到传统戏曲，其实歌戏界吼，那少年人来讲，其实真少人真正是有即款名戏出身的啦。你要讲要靠北来有法度，讲北来有高，我想这是困难啦。那目前就我家己过去的经验拄到的嘛是共款，就是。伫咧后台的准备，其实少年人是听袂着台语的，
对啊。那这款的情形，伫咧台顶背出来、讲出来的事，永远拢是迄个，都是背出来的事。咱讲一个人要伫咧舞台顶要做甲会出脚，其实是足困难的代志。佮较免讲你腔口、你开口根本就做袂到迄个开口的时阵，咱常常会讲啊，以歌戏界啊、传统戏剧。有会的人永远甲呾佫徛伫第一线。你看我目前歌戏界伫咧，咱虽然伫讲金枝演小说讲甲歌戏界，其实无道理的出身会使摕来讲者。咱头前就是徛伫上头前迄排的一线的人，目前当拢几岁啊？虽然拢比退休的年岁佫较济啊，嘛是还佫伫一线。喂，即阵的就是即马台语讲上好的啊，即阵若佫无去吼，台语会愈来愈变做某一个较无好的一个时代出现安尼。这就是一个咱需要去烦恼的代志，就是讲，有当时啊，毋是讲这一线的演员，这老牌的演员徛伫迄个位毋肯放，是你后壁的人敢接袂到这个手，你敢接袂到，对吧？因为你本身的这个条件还无徛到遐的时阵，你上主要这个戏剧、这个剧情的，伊需要的主要语言你都对袂到的时阵，你要安怎讲？你要徛伫迄个位？对吧？颠倒头来讲，我感觉颠倒是现代的台语剧开始伫做培养台语人的这个工课。我看这是足趣味，尤其这几年。即马有这呢。金枝算是讲行伫足头前的一个剧团。毋过咱若以这几年的舞台剧剧场的产业来讲，台语剧豆豆啊，我感觉讲伊有伫构成一个这个产业的形态啊。包含讲政策的推动，或者是讲大家开始接受度愈来愈悬，所以。愈来愈侪，即个戏剧会推出，剧团会推出台语剧，就算讲伊本地毋是做台语的，那你就面对足大的问题，就是专业化。比如讲，你需要顾问，你需要会晓讲台语的演员，啊，像你开始咱就惊甲讲，说落来腔口差的差别，即个演员设定的即个人物的身份，伊的背景角色，连观众嘛，伫要求即件代志啊，这已经毋是剧场界家己的自我要求啊。观众愈来愈正，你知？对啊，是啊，迄个每一个观众拢是一个专家。我相信会愈来愈侪人行入剧场去看台语剧，相对我想对这个剧团甲演员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要求嘛愈来愈深。你毋免免这个要求嘛，有别项要求啦。演员本来就是永远叫要求的一个职业啊，啊，这本来就是演员来去面对啊，真好啊。演员嘛是对来讲。伊嘛是伊上爱的代志啊。毋过你家己你看目前咱呢，尤其这几年来台语剧的这个产业舞台剧，我相信加减，因为你做剧团做剧场的人，加减嘛会观察到其他剧团嘛伫做什么代志嘛。吼，规个看落来，你感觉台语戏剧的这个产业未来发展会先做什么款啊？安尼讲来，伊就是每一个特色伊拢会出来，每一个团体的特色。哦，啊，煞咧剧场本来足小众。咱讲的说小众，是，就是伊观众的族群本来就无济啊，是，啊，就是讲，这全世界拢共款啦，伊本来做，因为较偏艺术啦，咱讲的，这个艺术的那戏剧的表演，这种较偏艺术，伊本来观众就无济啊，所以有当时就讲，你有一定观众伫咧爱你的，介看你，安尼就好啊，安尼就真好，咱每一个人都是要求，甲迄个更加做更加好，啊，煞咧，到尾弄，你若做到尾讲，你这物件。咱咧讲的就是做台湾开口的，啊是讲特色做会出来，啊全世界都会来想要甲你邀请，啊是啥？就讲你若愈 local， 你就愈 universal。哦，咱讲愈在地愈国际啦。对啦，系啊，对啊，愈 local 愈 universal 啊。所以其实你会认为讲未来，比如讲这款台语剧，伊本地就是愈挖进咱的土地，或者讲挖进咱的文化甲生活。是啊，是啊。这款的发展的真正。未来的所在其实是国际，对啊，无错啊，就是一定是安尼啦。因为尤其是你即马台湾即马台湾伫世界来讲，佫扑出头哦，吼。啊，扑出头人就足侪人拢想要了解台湾的。大家就好奇讲，你台湾，咱台湾的文化到底是啥？对啊，你台湾是啥？是伊的代表是啥？你慢慢啊，你往佫较幼路物件，落去佫较深层的物件，落去追求，落去了解，想要了解，因为。就讲咱去耍日本共款，然后深开始已经东京行倒有诶无，耍到尾就北海道啊，我咧沖縄耍到愈来愈幼路愈增加去。是，大家咱就开始去找一寡什么人较无去过诶所在啦，在地人食诶店啦。一定是啊，人一直是人就是一种一直想要追求，一直想要去了解、去体验，安尼诶一种动物啦。这是一个真趣味诶想法，我确实毋捌想过即个方向，就是讲你做甲愈在地。
你做甲愈接近真正即个岛屿的文化的时阵，伊未来你的观众或者讲你的市场，你看台毋是台湾即个市场尔，其实伊是会走向世界各国。对啊。我讲这款是你家己的即个经验内底去观察到的物件，这可能一般若毋是伫咧剧场界，或者是讲毋是真正面死面烂伫咧做这些代志的人，是无遐简单去察觉的。我1994年1994年，我是一直对着林怀民老师，甲分文武集去走全世界演出的哦，去跳一支分文武集，甲即马演上侪场的，叫做流浪者之歌。是。哦，像迄条舞，伊就是林老师就是甲阮带到全世界去，迄去拢是观众吼，毋是咧啥物咧宣慰侨胞，人迄是拢在地。因国家也是因在地迄种文化的迄种赞助的观众来的呢。是。我大家看到，大家拢安尼，哇，迄拢足感动的。所以我讲这是真趣味的一个观点，我这嘛是可能咱较无机会去想到一个真好的一个想法。咱台湾的物件哦，伫全世界来讲，拢算袂歹啦。嘿啦，所以这真正就是像你拄仔讲的，爱下性命去做啦。如果要叫人下性命。咱拢是安尼啦，每一个年代拢有即种人。最后留一撮时间来宣传一下即出戏，好无？包含伊的即个演出的时间吼。咱即届吼，就是叫做创地王吼，咱叫做华语叫做整人王吼。伫个2025年版本的吼，这是纪伟南老师编剧的哦，即有够赞，冷博领白啊，甲我吼，我王荣义吼，金鸡演小王英如我做导演的。伫个咱迄个台湾戏剧中心吼，大表演厅吼，伫个大表演厅伫个做芝山站吼，迄个车厝顶车迄个啦，台湾戏剧中心，演出的时间是伫个9月19、20、21，总共有3天4场啦。拜五、拜六、礼拜拜六是2场。台文的迄场是哪一场？台文的，我记得是礼拜下晡迄场，21号下晡啦。台文的义务诶，你即出戏内底用着真济趣味的，包含一寡讲话方法啦，大家互相口舌啦，这物件其实伫咧过程你会使 OK，当然袂使凊彩对别人用，你会信用的人该用你无凊彩甲你讲你用咩？保证大家有听较好诶，这。好，那就今日咱节目就差不多要到这咯。好，毋知影大家对这集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一集你听了受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还是 YouTube 留言互我。若是有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我的参与分数，有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也特聊天，嘛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要互更加侪支持嘛，欢迎你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赞助连结网站啊。做阮的天兵天将，安尼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毋着拜拜，拜拜。特别感谢家父天苗乡福金方案的赞助者：查拉、查拉、阿莹、张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英川、阿里加瓦、尤里、吉林乐。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已通换新、卡马斗坐阵、挂金听门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有恁实际支持。互阮搁较有信心，伫即条路勇敢滑步。